時間都唔係好耐嘅啫 ，Apple 突然之間上架咗佢哋最新 M4 版嘅 MacBook Air。我對於佢哋部15寸機款係幾有興趣嘅，因為難得 Apple 會出一部大 mon 嘅輕薄機。今次終於可以上手試到啦！今次呢條片我會同你完整測試下最新 M4 MacBook Air 嘅效能表現、續航力同埋整體體驗。我亦都會同你講下佢同其他嘅 Windows 機比較下，再同你分析下佢值唔值得你入手。如果你係考慮緊買唔買呢部機嘅話咧，呢條片係你買機之前需要睇嘅所有嘢。影片頭嗰部分，我會同大家分析咗佢嘅使用體驗先嘅，之後我就會同大家詳細分析下 M4 晶片嘅效能表現。呢條片係有 timestamp 嘅，如果你係淨係想知 M4 嘅表現嘅話，就可以跳過去睇。設計睇先，佢係鋁金屬機身，有超級結實嘅做工。部機嘅鍵盤面係你點撳都咁結實嘅，同埋個 mon 都係超級結實，亦都可以俾你單手開。最新顏色 Sky Blue 淺藍色帶金屬嘅色調係超級靚嘅，而強光白光照落去嘅話，佢有少少似太空灰。而最 wow 嘅係佢呢一種做工，但係都可以做到咁薄，重量係 1.51kg， 連埋充電器 1.7kg， 嗱就唔算特別輕嘅正常重量。始終佢呢個大細，佢隻用料同埋做工重少少，我當係 trade off，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插孔左面有 MagSafe 同埋兩個 Thunderbolt 4，而右邊有一個 3.5mm headphone jack。今代因為 M4 晶片多咗一個 Display Engine， 所以你終於可以同一時間駁到兩個 mon 一齊用啦。而連埋本身部機個 mon， 你可以 total 有3個 mon 用，唔係好似上代咁你要關咗部機個 mon 你先至可以用到嗰兩個 mon。我相信之前就淨係駁到一個 mon， 對於有一堆用戶嚟講就唔係好方便嘅，例如啲 programmer、trader 等等啦。同埋亦都唔需要再因為要駁多個 mon 而焗住買 Pro 機款啦。螢幕方面，佢配備 15.3 寸 2.8K 16:10 Liquid Retina 60Hz 嘅螢幕，雖然係一塊 IPS 螢幕，不過 Apple 嘅螢幕色域表現係好好嘅。實測 sRGB 100%、Adobe RGB 89%、DCI Preview 100%。佢嘅亮度表現都好 OK 嘅，實測就500 nits 左右。依然都係 glossy 面嘅螢幕嚟嘅，不過佢嘅防反光 coating 係做得幾好。相對嚟講，佢嘅螢幕防反光表現會做得好啲。不過佢就冇 MacBook Pro 或者 iMac 嗰種 Nano Texture 嘅 mon 揀。如果唔係嘅話，佢嘅防反光表現係會更加出色嘅，會用得更加舒服。可能有啲可惜嘅地方就係佢冇 OLED 啦，或者 Mini LED 螢幕啦，同埋亦都只係得60Hz 嘅啫。不過以佢呢個價位嘅話，其實冇都好合理。而佢俾你嘅 IPS 螢幕嘅質素，我就其實冇乜投訴嘅。15寸嘅螢幕雖然係重少少，不過做嘢或者係睇片嘅空間都真係大好多嘅。用起上嚟就無論係讀書啦、剪片或者係睇片，我都覺得係開心過13寸機款都幾多下。所以我都幾建議大家，如果出去買 MacBook Air 嘅時候，去 feel 下個 mon 嘅分別，你先至再決定揀幾大個 mon， 去更加切合你嘅需要。至於聲質，佢雖然係同 MacBook Pro 一樣係有6個喇叭，但係佢同 Pro 機款相比，佢嗰個整體立體感係爭啲嘅。不過如果佢同其他 laptop 去比嘅話咧，佢係天花板嚟㗎啦，唔使比㗎啦。至於鍵盤同之前一樣都係 Magic Keyboard， 鍵夠大啦，打字手感係幾好啦。而佢同13寸機款嗰個鍵盤係一樣嘅，只係你預嗰個 Palm Rest 嗰個位會更加大，用得更加舒服嘅啫。至於 Trackpad 就大啲啦，加埋佢嘅 Haptic Trackpad 嘅設計，加埋 macOS 成個系統，淨係用個 Trackpad 做嘢都已經好舒服。咁好啦，整體體驗就講完啦。跟住我就會同你全面分析下 M4 晶片嘅表現，亦都會攞幾部手上有嘅 Mac 機，仲有 Intel 最新嘅 laptop 同大家比較下佢嘅效能。睇落去之前，記得幫手撳個訂閱掣，撳埋隔離嘅鐘仔，記得訂閱埋我同 Anson 搞一對 Big Byte Podcast， 有更加多訂閱我就可以幫大家 out 到更加多資源去做 content 啦。Apple 更新咗佢哋喺 MacBook Air 晶片去最新嘅 Apple M4， 而同一時間你想觀望，你都唔會買到之前嘅晶片嘅 model 噶啦。而佢最基配嘅13寸機款係少咗2個 GPU core 嘅，不過我手上呢一部係10 core 嘅 CPU 同埋10 core GPU 嘅 model。同大家睇下 M4 比上代更新咗啲乜嘢先。CPU 微架構去睇，比起上代 M3 好幾樣嘢決定 CPU 核心速度嘅運算單元都有升級嘅。
詳細就唔特別講啦，遲啲有機會再喺一條片度再講 CPU 微架構啦。另外一樣唔同嘅係佢 CPU core 有一組嘢本身由佢哋自家嘅 AMX 取代咗做 SME。SME 你可以理解為係一個加速器啦，去加快特定工作嘅運算速度，例如係 AI 相關嘅工作。傳統 AMX 係 M1 至 M3 用開嘅架構，但係唔係好 friendly 嘅，因為要用嘅話 developer 要用佢專用嘅一個指令集 Core ML 去搞。但係依家新架構同其他ARM架構統一翻係用 SME 單元，除咗容易啲俾 developer target 到去用之外，佢嘅資源運用分配亦都會做得好啲。喺 AI 同埋 machine learning 相關嘅任務，佢都可以因為咁而提升到速度。聽唔明係唔緊要㗎，因為我自己都係好有限度嘅理解嚟嘅啫。總之 Apple M4 你所見到嘅所謂升級咗嗰隻字嘅晶片，其實唔係淨係改咗隻字就算嘅。喺你鬧部機乜都唔改，淨係升級咗張晶片嘅時候，大家都一齊睇下嗰張晶片喺度做緊乜先。跟住我哋睇下效能測試啦。Geekbench X 單核同埋多核表現比上代快咗 20% 左右，亦都快過最新 Intel Core Ultra 7 2500V。M4 多核心同 Snapdragon X Elite 係接近嘅，不過 Single Core 表現就好過 X Elite 好多啦。而 Cinebench R24 多核心表現可以有30幾% 嘅表現提升，比 Snapdragon X Elite 同埋最新 Intel Core Ultra 相比個表現係差一截嘅。AI Neural Engine 嘅表現比上代提升咗10% 左右，亦都好過 Intel 最新嗰一代嘅。Stable Diffusion 效能測試用到 Local Run 嘅一個 Stable Diffusion Model。去生成同一張1024×1024嘅圖，佢嘅表現比 M1 iMac 係提升咗好多嘅。至於 LLM 嘅效能表現，測試用到 Ollama 去裝 DeepSeek R1 14bit 嘅 model， 用2個 standard prompt 去做測試。MacBook Air 嘅 token 數目可以去到9點幾。M4 iMac 會好少少嘅，估計因為 RAM 嘅影響。至於多啲 GPU Core 嘅 M2 Pro MacBook Pro 可以做到更加多 tokens。By the way， 亦都試過用 LM Studio 去做測試，結果同一個 model 喺 Ollama 裏邊用 GPU 會用得盡啲，整體 token 表現係亦都會好啲嘅，值得一提。不過呢個 test 係啱啱先至揼出嚟嘅啫，所以其實未有好多其他對照去做比較嘅，遲啲會用埋喺其他機嗰度俾大家做比較㗎啦。至於去到圖像效能，佢比上一代提升10幾%，亦都好過其他晶片一截嘅。3D Mark Still No Midnight。M4 嘅表現亦都領先其他嘅機款。去到創作者效能 ，Puget System Benchmark Premiere Pro 同手上其他 model 比較，佢呢部 M4 嘅晶片係好過以前 M1 好多，亦都好過最新 Intel 嘅晶片嘅。不過同 M4 iMac 相比 ，M4 iMac 會表現得好啲。我估計因為佢散熱表現好啲啦，可以 sustain 到高啲嘅效能，同埋 RAM 會多啲。去到輸出測試，佢嘅 export time 比起以前 M1 快咗好多。不過因為過熱壓頻嘅關係，同 iMac M4 相比就會爭咁啲。DaVinci Resolve 同樣都係比 Intel 表現係好啲嘅。Photoshop 表現主要係因為 Single Core 表現居多，佢比起以前嘅 M1 提升咗50%，亦都好過最新嘅 Intel Core Ultra 嘅表現好多。跟住仲有堆測試俾大家參考下啦。總之 M4 整體嘅效能表現比上代提升咗好多之外，亦都會見到喺好多項測試比以前嘅 M1 都爭好遠。同 Intel 最新嘅機款去比較嘅話，佢嘅整體表現都會好啲。所以淨係以晶片效能去睇，佢喺輕薄機款嘅晶片呢個領域表現同埋競爭力都好高嘅。跟住我哋睇埋功耗同埋散熱啦，你會見到佢即使推進部機嘅時候，佢都只係食緊10幾 W 嘅啫。同最新 Intel 機款比嘅話，佢都真係好明顯低功耗好多。至於日常工作或者剪片，佢食嘅功耗係少於10 W 嘅。而散熱表現，佢因為係被動散熱係冇風扇嘅，理應會好熱啦。不過實際測試喺 Cinebench 嘅測試嘅時候，佢去到45度左右，係會暖少少嘅。而輸出影片嗰陣時就大概40度左右。而如果你打機嘅話，都係40度左右嘅表現。不過其實日常去用嘅話，除咗佢冇風扇聲之外，佢係完全唔熱㗎。至於去到遊戲表現，俾大家睇下玩唔同 game 嘅表現先。如果你喺 Full HD 畫質，只要係 support 得到嘅 game，中畫質玩其實都唔係太大問題。不過高畫質或者 QHD 解像度就唔係好得啦。
而經 crossover 去玩 Cyberpunk 咁就難啲啦，都唔係好得嘅。剪片表現之前我都用過部16GB RAM model 嘅 MacBook 去剪片嘅流暢度測試片啦，做過都好幾次。基本上 Final Cut Pro 一般 4K 剪接或者用 CapCut 出下 IG Reels 嘅需要係完全冇問題嘅。不過主要因為 M4 嘅 Media Engine 得一個，同埋佢冇風扇嘅，所以出片你會 expect 會慢啲。但係片長關係就唔 demo 咁多啦，真係想知嘅話就同大家額外再試啦。而 SSD 表現呢度俾大家參考下先，佢嘅 SSD 速度就夠用嘅，不過就唔算係好快嘅 SSD 速度。值得一提嘅係256GB RAM model 以前 SSD 速度係慢啲嘅，不過依家就唔會啦。Base model 就唔會因為 SSD 而拖慢成部機。最後到電量啦，佢嘅電量就有66.5 Wh， 實測嘅續航力表現依然都係世界級嘅。做1個鐘嘢都係靠幾%電嘅啫，出街普通使用都好夠用一日嘅。仲要我試機嗰日10幾20個 item run 完晒都仲有好多電剩，係勁變態嘅。雖然 MacBook Air 今次就咁升級咗張晶片俾你就算啦，但係價錢起手價平咗，去到7999起，少有地佢 spec 泵完仲要平咗可以買到。而今代你無論點升級都好，佢都會自動升級咗做10 Core CPU 同埋10 Core GPU，RAM 亦都由16GB RAM 起。其實今代選購嚟講，其實易揀好多嘅，好大部分用戶其實 base model 都夠晒用噶啦，完全唔使再煩買啲咩 model 會夠用。而基本上你係真係剪片嗰啲，你先需要使唔使升級做 SSD 大啲或者係 RAM 多啲嘅啫。而如果你真係剪片嘅話，升級 SSD 去512GB或者1TB。for 你嚟講剪片會好用啲嘅，唔會咁容易彈 warning 話你聽你唔夠 storage 用啦。而佢7999 13寸嘅 model 起，以佢俾你嘅體驗、佢嘅效能，仲有佢嘅螢幕，仲有佢變態嘅續航力，佢喺差唔多價位嘅 laptop 裏邊其實係好難有對手嘅。除非你真係好唔 OK macOS 或者好唔 OK Apple 嘢啦。你又覺得呢部最新嘅 MacBook Air 點呢？記得留言嗰度講低啦。中意我 video 就記得撳個訂閱掣，撳埋隔離鐘仔，有新片嘅時候你就會即刻收到通知啦。我係 Wallace，我哋下次見，拜拜。